钢珠吞到肚子里，用钢筋锁喉。掌声，掌声，掌声在哪里？掌声在哪里？下面是钢筋锁喉。 下面我们看最精彩的眼皮掉2桶水。 下边是6颗我们家里用的那个白炽灯灯泡，白炽灯泡呢通上电，灯泡会亮。然后呢，杨先生会站到2把锋利无比的菜刀上，我来给大家演奏葫芦丝。 现在电已经接通，光脚。喂。